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同大家介紹 Resonic 嘅空氣淨化無熱風扇，機身體積大約得26厘米闊，106厘米高，夠細慳位。版面控制採用輕觸式，配備磁吸遙控，就更加就手，夠方便，唔怕唔見咗個遙控啦。機身兩邊仲設有 H13 HEPA 過濾網，能夠有效阻隔99.95%微細懸浮粒子，令到室內嘅空氣更清新。另外，配備4種顏色空氣質素指示燈，隨住空氣質素而改變，由極差嘅紅色，之後係黃色、藍色到良好嘅綠色，反映室內空氣嘅質素，一睇就知道。風扇採用 DC 馬達，夠晒正，又夠大風，仲好慳電添。加上有多種送風模式俾你揀，有正常嘅模式、睡眠模式、嬰兒模式同埋自動模式，夠晒細心。機身中央嘅顯示屏仲可以顯示風速級別㗎，同埋預設計時器，夠晒細心。Resonic 空氣淨化無熱風扇，俾你享受清新空氣嘅全新體驗。